最近重慶地鐵吐血女孩胡心瑤引發廣泛關注之後，好多熱心街坊向佢愛心捐款，支持佢治療罕見病。但係銀行居然唔做人事，話接到群眾舉報，將短時間收到大量轉帳收入嘅個人銀行帳號進行咗凍結止付。為咗解封帳號，銀行要求本人返到去老家處理，但係胡心瑤喺上海治療，只能夠暫時同啲朋友度住水先，解燃眉之急。銀行封控作為反詐中心編外人員，被廣大群眾詬病已久，而家連救命錢都唔放過。坤哥話：銀行其實就係你素未謀面，但係控制欲極強，甚至可以講係被害妄想症晚期嘅法定監護人。之前有位律師取款4萬蚊都俾人問用途，普通人可以有咩用途啊？咪買2斤排骨加啲牛大力黃精石盒之類，想今晚發發聲咯，咁都算可疑取款？銀行有3大義務同埋認識，第一就係關於窮嘅合法性審查。喺銀行嘅數據庫裏面，相當多嘅人都叫植物人，只出不進，餘額永遠喺2位數徘徊。而家突然之間有筆5位數，銀行唔會信你係個正經人㗎。銀行已經習慣咗你個窮相啦，窮先係最大嘅風險合規啊。第二就係關於使嘅合理性論證，銀行話檢測到你嘅交易存在非營業時間內嘅高風險行為，涉嫌屬於犯罪分子進行不可告人嘅夜間資金調度，鬼叫你過美國時間深夜先嚟消費咩？唔合理，實凍你㗎。第三就係關於多與少嘅哲學悖論，你錢少咗，銀行覺得你資金歸集異常，懷疑你幫詐騙團伙轉帳；你錢多咗，銀行覺得你快進快出異常，懷疑你幫詐騙團伙使錢。所以總算係睇明白咗啦，唔理你錢係多係少，佢純粹就係想封你張卡啫。銀行就好似嗰啲無理取鬧嘅女朋友咁，你唔出聲，佢話你好冷漠啊，你唔愛我啦；你熱情，佢話你身有屎，所以橫死掂死都係要死啊！銀行防洗錢防電詐，我相信佢嘅出發點係好嘅，但係過程你搞成咁，我建議你唔好再出發啦。封卡嘅時候無需理由，無需證據，更加唔會知會一聲就強制執行。你想解封嘅時候就難過高等數學題，又要本人到場，又要填表，又要排隊，又要開戶口審核，唔接受線上辦理，仲要提供一系列繁瑣嘅材料，而且係一場尊嚴嘅凌遲。佢當你嫌疑人咁審問，望你張身份證再望望你，就好似比對緊通緝令嗰張相咁。你甚至會覺得自己喺度辦理緊保釋。銀行自己系統錯封咗你張卡，到頭來要你自己自證清白。有冇可能優化一下網點通辦或者係線上辦理呢一種便民服務呢？特殊人群銀行可唔可以派人上門核查呢？你日日防住嗰1/1000嘅犯罪，但係會令到剩低嗰999%嘅人活得像個笑話，真係我哋呢個時代嘅黑色幽默啊！關注我愛講律師，你會幸福㗎。